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哇，今日现场有一股清香的米线呢，今日来宾也真特别哦。我来猜一下，有个茶是乜个茶？先四杯茶，再来同人介绍。有个香味呢，都是一杯茶。今日我来试一下，猜一下有个茶用嚟做嘅，等同大家来介绍。有个茶是巧克力吧？用巧克力泡的茶吗？全部是巧克力的米线呢。也亲像底下讲，有几杯茶是用嚟做的哟。俺哋接下来分享我哋两位好朋友，首先分享我哋庄太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喊我庄启正，南丁可可咖啡庄园的园长。哇，分享庄太哥，庄太哥，等下同我讲一下，有个茶是用嚟做的哟，好冇？好。今天分享我哋嘅子怡。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丁可可的庄子怡。第一摆有来宾吼，先帮我试茶，来猜下个茶用嚟做的，好啊。一下庄太哥可以公布答案嚟吧？一个，你看，大家看，一个看唔出来是巧克力，不过第四方咧全部是巧克力的米线。如果可可啊，各种的米线，一个都能用嚟做的喏，真好啉呢。首先吼，如果讲今仔也做前面摆呢，如果可可果酱，也都对可可苏打拆下来的。一个都是可可。以前的呢，嗰种木瓜样的。但像像木瓜又像个芭乐风那个，观众朋友，第一摆看到一个可可的果酱呢，哇，有葱呢，用一个做的吗？用嚟做一个茶。首先呢，我就像前面用的，先剥开来。剥开来。剥开来嘅盐呢，炸出来。炸出来以后呢，经过发酵。佢起码炸起码300公斤到400公斤的果酱呢，每个盐呢炸出来，差不多有100公斤。去发酵伊自然会产生，叫人压土，会产生叫做发酵变化呢，佢它会有巧克力的风味。会发酵过，其他会有个巧克力。那会有巧克力风味可以是出来。但是发酵呢，同发霉呢是一线之间而已。请问如果讲以后冇注意到，会都变发霉。按个发酵以后，会发酵有成功啊。哇，安尼庄太哥，等一下哦，你能发酵有成功，如果巧克力，冇成功咯，全部都接下了。都会多些。安尼你能磨含1年，安尼都弄下来。我说做嘛个，他跟你说的讲巧克力的话，一细块会按贵。因为嗰度嘅技术新的，目前来讲，台湾来讲也有新的技术啦。我哋不断去研究不断去摸索当中呢，在描出伊是有18成就啊。发酵以后，当然啦，迄种我哋做过花嘅呢，我做到可可茶呢，我再水洗，再去洗过，将佢表面的洗枪来，洗枪来，再晒透呢，差不多要7日，差不多1礼拜。7日以后，走的，咱再烘焙，规个熟的，咱规个壳同个盐脱开来。壳同盐分开来，唔係殼同鹽搶下來去熬做嘅啊？唔係鹽同鹽，個殼要脱開來。個咧殼呢再自加工過，個殼再加工過，落個油啊，咱可以做到我哋可可茶。乜嘅啊？原來有個可可茶唔係鹽嘅，係可可嘅殼。哇！一杯茶係殼，觀眾朋友，你有猜到冇？有個唔係鹽嘅哦。迄個其他木、其他殼當做出來嘅，難怪有個色風咧有可可嘅米線，又有木嘅可可嘅色，哇！總係講年輕厲害呢，因為上喺度講用個殼來去做一個茶咯。有啲質疑吼，不是啲產業嚟做一個過程，可以向質疑嚟解釋可能。哇！質疑用嘅安種面眼面到嘅啦，係講嗰種殼同鹽嘅分開來有冇？殼同不是就沒有用到了就丟掉嘛？你怎麼會想到說要來做這個茶？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可可的膜，我们刚开始也是把它丢掉，但是后来发现说，它的这个膜在泡了水之后，会有一层油脂在上面。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吃巧克力，就是因为它上面有它的那个油脂，最珍贵的地方也是它的油脂。哦，走，你看调到来吃也可以茶的时间，蛋糕有个油，有一层油，我还想说。你很奇怪，因为茶底部有给我加油，就是又不是西藏那个酥油脂嘛。对，那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保留这样的油脂，那因为这样的油脂它对于我们的那种心脏方面都是有益处的。哦，对。哇，观众朋友，没想到可可茶还有一种好处哦。还有其他好处么？我们继续来谈自己给人介绍咯。张大哥，按你来讲，除了一个可可茶之外啊，我想讲。一個可可應該唔係人哋台灣本身都有做嘅農作物嘛，人馬嘅時節開始種一個可可嘅呀。哦，也喺8年前吼，8年前因為人哋本身有開補習班，因為人哋喺戶外教學時間咧，你可能也介紹講南部有人種一個可可樹種成功嘅，人哋去接觸啦，接觸係之前咩唔知講種一可可樹到底要做乜嘅，發現咯。對小朋友呢，真有吸引力，因為佢興趣啊。主持人迄有機會哦，你看個規日呢，規樹個，打到黃粒粒的，紅椒椒的個可可哦。如果啲講小朋友，可以啲個撩伊、教伊咯。對雜個的。你看睇空來啦，個畫面係清淨嘅，全部都黃嘅嘛，又係紅嘅可可果。唔過我想講哦，小朋友應該唔係最好嘅可可果，應該係啲最好嘅成品巧克力吧。有樣。咧國家摘下來吼，當然可以上色。可以上色。可能係可能就會上色，一個有大個有準備嘛？哇，係呀嘅嘛？係。觀眾朋友，你有試過上嘅嗰種巧克力果嘅冇？試過那呀嘅米線用？唔試過啦，唔佢當然講都冇咁樣咧。真是的嗎？你這家全部是係要個嘢。全肉都好。肉底部要鹽。鹽係鹽，冇鹽熬。酸酸甜甜呢。一個米線親像個乜個水果啊？山竹。對，親像個山竹嘅米線呢。有咩講嗰種釋迦啦？佢冇寫嘅係暗甜，不過親像山竹嘅米線冇唔錯。總太哥，一個鹽可以食嗎？可以。你是炒的吼，當然，啲都個鹽呢會是話澀澀糊糊，個肉呢酸酸甜甜。真是的，哇！觀眾朋友，第一擺試到一個可可嘅鹽呢，第二真是眼開來哦，是白糊糊，唔過見到杯嘅肉哦，酸酸甜甜，親像水果呢。哇，總太哥，謝謝，今日你上了一課，真奇妙。唔過一個鹽呢，條都唔講嘛，叫佢剥開來去發酵，錯冇？發酵後咧，可以烘烤嗎？一般咧發酵後咧，咁當然要曬熱嘅。因為人哋平常也是咧，佢都會思考講，熱做嘅時間真長，差唔多曬熱頭要曬1禮拜，前熱。曬完那變糟透嘅，有都算糟透嘅。原來啊，你冇想到一鹽咧可以變做人哋食得嘅巧克力。唔過回過頭來，條到有講嘛，人哋種嘅可可係無心插柳成果都錯嘅。人哋因為種下去可以種8年。你後尾發現到有乜嘅興趣可以繼續種下去咯？因為伊來當然也係研究單位呢，也睇啲啲葡萄也咧農作物的專種啦。因為當時種下咧可可樹嘅時間因為需要半遮陰你規個喺曬熱頭嘅種完種唔到到到種啲檳榔人哋都係有生嘅地方。走，檳榔嘅樹嘅都好有嘅帶多半遮陰。嗰時也生嘅真好。嗰時啲家都想呢類呢種嘅可可呢可以生果。因為有殼啊，又唔多薑葱嘅咬有個殼硬葱嘅嗰種。啲薑都會乜嘅，因為本身可可樹嘅葉係真太皮，啲薑都會讓它黃啊。嗰種人也是一般佢都遇到颱風嘅時間，一般隨時都個太都會被颱風吹翻嘅。你同他講種可可都壓下啦，像頭都有講嘅颱風嘛，有乜嘅困難嘛？有遇到乜嘅像颱風一吹啊，全部人嚟都冇嘅，有種經驗嗎？有，也嘅下民種都提醒人嘅下呢，也去買嘅。姜酒倉用嚟迄啲彈用，強用半颱風吹翻，
你咪发现他喺个槟榔树当中，用槟榔树做支架呢，电都够好啦。哦，你用现场的个材料来做。做。哇，安尼头都有讲到你喺开个补习班嘛？啊，之前你卡喺港中的吗？哦嘿，之前都喺中记头都槟榔。还有其他的吗？槟榔之前呢，都种雷蒙。哦，雷蒙，屏东那边有。其他水菜，苦瓜啊，那种过啦。最多有水果啦，如槟榔啦，更加如系可可。啊，除了可可，更加还有种乜嘅吗？更加我哋种嘅话是阮种咖啡。哦，种咖啡哦。哦，啊，用嘅我想到我哋种咖啡咧。佢喺度想讲，因为本身你想啲天球啊多唔吼，我专做，讲实在啦，你想在咧，我有经济先咧去做落来。种嘅可可以后呢，发现。有啲咖啡树吼，底下你有品种呀，咩种佢品呀，咩种得真好多啊。哦，啊，嗰种可可有分品种吗？可可有品种。哦。当然，英文名係真長啦。有一種嘅莧呢，你嗰種檸檬樣嘅圓咧。有一種嘅呢，嗰種叫呢苦瓜樣嘅，你種又叫又辣嘅。有一種嘅呢，你係個片，你種木瓜樣嘅。差唔多有3種品種。哦，有3種品種，你種嘅係哪種嘅？3種攏有，3種攏有，3種攏有。你3種做可可哪種較好啊？你係紫紅色嘅，紫紅色嘅。伊個皮哦，這個講嘅紫紅色嘅，因為伊要熟嘅時間過長，差唔多8整年。哦。一般嘢你黃色嘅呢，差唔多6整年。對打出來要半年能摘得到。哦，佢時間冇咁樣咧吼。嗰種佢8整年個久嘅呢，佢甜度個好。哦，做嘅。可可的時間嘅甜度高。蜂蜜我又個好。哦，唔用3種當中，唔係種一種個好嘅都好嘅。而家慢慢有啲淘汰。哦。而家又發現到人哋慢慢有淘汰，你揾樹種。安尼至於，盧卡有種樣嘅，有下一天數嗎？有，但是我是属于比较后段的加工，就是我们的可可果采回来之后，从破果嘛，然后到去果实到后面的曝晒这样子。哇，等一下各位湯繼續來介紹講用嚟加工咯。哇，觀眾朋友，多謝總太講呢，我第一擺認識到可可原來有安泰嘅國家，地方又有寫印呢，讓來做嘅，哦，真是第一擺識到酸酸甜甜，冇咁樣迷信呢。休息一下，等下我哋馬上過來見到精彩故事哦。上一趟我哋識咧好食嘅可可茶，也睇嘅仲睇過用嚟種一嘅可可，可可我用嚟做咧，其他加工係用嘅咧，夾嚟搶救嚟質疑哦。質疑。之前係睇做乜嘅工作嘅？因為可能人用時，先就唔係喺睇工作嘅。之前是空服人員。哦，空姐。對。哦，我覺得唔係做 model 嘅呢，也差唔多啦。那做空姐有冇想到過來做一個可可，種一個農業嘅產業呢？應該是說，我哋盧卡本來路有咧港田啊，我拄好也合約合約期滿，合約期滿以後，盧卡人嘛感到講，呀空姐產業唔會向偏嗰個，所以合約期滿以後，我都歸來上可能要做乜嘅安尼，後來我都先屯盧卡人天數，做陣路感到講，可以試看到去屏東也工作。哦，原來啊，迄咩仲在講，看到嘅質疑睇嘅做空姐，禮拜睇到嘅新聞講嘅俾人去調，你真擔心。有一樣哦。嗰時候咱忘記夾過來，我哋盧卡有聽過嘅天數。哦，原來啊呢，唔過至於頭都有聽講有負責嘅部分咧，會唔會加工嘅部分啊？你可以同人介紹一下講可可啦，頭都唔種嘅咖啡，會唔會加工？係用嘅樣式。我們從那個可可從樹上摘下來之後，那我們破果之後呢，我們會先去選它裡面的那個果仁。那有一些像譬如說，它果仁可能比較成熟的，它在果莢裡面就已經發芽了，那種我們都不會使用。哦，對。除了已經發芽的不要使用，你能睇粉的時間，買個果仁係夠好嘅，買個係夠唔好嘅喏，用嘅粉怎麼分呢？應該是說我們全部放下去之後，因為它最主要的關鍵還是在它的發酵期間。哦，對。
重要的还是给发酵的时间。对，那就是发酵完之后呢，我们会去用阳光去做曝晒，然后在后续再会用就是酒精去做一个消毒杀菌这样子。不过要给发酵啦，人哋底下讲发酵最重要的部分有一个给它湿度同它温度，按能用的控制要给湿度同温度。哦，这边我要请爸爸介绍，因为我们有特别帮他做了一个发酵箱，是用木头做的。哦，还有总太个也给应该唔系商业机密吧？也其实唔系机密的啦。啊，你介绍一下用嚟做也给发酵要给控制好吗？哦，也讲到也发酵吼，所有的咖啡豆也好，豆类的哦，也可多呢，几关键的人都会发酵。也发酵迄作用吼，那后续的蜂蜜同佢作为成功的豆呢，咱做得出来。伊是用迄个速溶的，伊速溶的人即间呢，即之前呢，我以前讲可以用的速溶的，也所以用迄个木桶吼。拢会输的东西，迄个量要几度啦，佢量要10个度啊，全部嚟翕。伊即个呢，自然呢，冲起安尼呢，伊即个会升得到37度到38度，伊个高温都会用，伊靠个高温用以后呢，会产生几度嘅物理变化同化学变化，你像安尼啲浸绿布样的啦，做透视布的绿布来发酵样的，个温度米要顺，个米要一直炒。或者要炒均匀吧。米落量温度。当温度多的，发酵多的，马上都会起放起来。我晒热头安尼。晒热头晒好，就像头自己讲的，都忘记用酒精去消毒过。对。消毒过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烘焙，那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因为就像是咖啡豆，就是这种豆子如果经过烘焙，它的温度过高的话。它就会很容易味道会走掉，会变得苦会涩这样子。哦，可是巧克力同个咖啡用，其他重点除了前面的发酵，还有不会入给烘焙的温度安尼。自己我想强调一下，有糖讲啊，除了能种可可、种咖啡，能也有一个亲贴的咖啡糖，错冇？可以从咱介绍一下吗？我们是用我的萝卜下去改造成的这个咖啡厅。这个还萝卜甜奶啊？甜足甜。哦，足甜的奶，足甜青苔呢？足甜靠近运动公园喜诗给。你就用萝卜来改一个咖啡糖。对。那这个是。像你那你种吗？我跟哥哥一起，因为哥哥他主要是他自己有钻研。那像我们店内使用的咖啡豆都是他自己烘焙的，就是可以依据客人的喜好度下去做烘焙这样子。对。哇，观众朋友，用萝卜改个咖啡糖呢，糖咧都清甜配，也清香哦。底杯到底有冇个内容呢？也能加了问自己。可以同人介绍个详细一些好吗？老屋的咖啡听起来就很漂亮，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环境啊？我们大部分我们最有特色的是说，我们保留了它的那个木梁以及红砖。对，那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说把这个旧有的文化能够保留下来。那所以我们没有做在外观上面没有做太大的改建。那还有像以前传统的花窗、雕窗那些，我们都有留下来。真是这样，给从那门那种。以前呢，个花窗有冇从那门清江呢？还有个萝卜个牙砖啊，个我清江，哇！可是讲有限的时间可以跟你们给聊一下。不过咖啡堂平常时有在营业吗？我们目前营业时间是在6日。6日。对，就是也是配合很多大家现在的休闲活动都是在6日的时候会出来比较多。对。咖啡之外，还有其他嘛个东西吗？目前我们还是以可可跟咖啡为主，那我们会一直推广可可，就是像主持人刚喝到我们的可可茶，就是特别去保留它里面的油脂。那这个是我们在主力推广的。那目前咖啡厅的话，我们就是可能会有搭配的一些小点心这样子，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说来玩的朋友，因为我们店内用了给木材原木的元素，那。希望来了的好朋友都会像迄兄弟姐妹安尼，可以坐下来打嘴鼓，很轻松这样子。就像以前人家火风地波盛饭，大家来坐下来可以来聊，地波有人家吃盐的东西，传统的文化呢。哇，几好呢！不过自己人个产品地波啊，你头都有讲的个饼的，全部自家做的吗？目前我们是有配合的，那它比较特别是它有用可可下去做
可可做成一个原料下去取代巧克力，因为巧克力我们会觉得说它会比较多的添加物，有糖或者是牛奶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用原料可可下去做成饼干。哇，安尼成本会贵高嘛？因为你们自家全部可可黑自家种的嘛，对不对？对对对。哦，除了安尼啊，看到现场啊，要个黑人自家做的个产品吗？对，这边前面的话，就是前面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可可果，可可果是经过干燥之后，它可以直接当做一个像是瓜子这样子，可以直接吃。哦，所以你的黑年咖啡糖，你也有提供这种小点心？有。哇，真的。就其实客人来，我们都会跟他们介绍，顺便介绍，就是不是单纯只是来这边喝个咖啡就走。那我们会希望说，借由他们来的这样子的机会，来跟他们推广一下屏东在地的这样子特别的农产品。可是因为你们自己是种咖啡、种可可，所以你们会跟他介绍这相关的那个知识嘛，对不对？你们的咖啡，头都从那个有讲，你们可可那种什么品种？你们咖啡呢？目前的话，我们咖啡是就只有一种品种。我们有种了大概6分。那它的状况，它的风味等于说，它其实是跟高山的咖啡豆比起来，还是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高山它会有温度上的差别，导致它的那个咖啡风味会比较出来。那平地的话，因为我们有试过，它的风味没有像高山的这么好。对，所以我们现在也还在努力尝试中。讲其他风味来讲，从那个种咖啡啊，其他头都自己讲的个风味，都在高山同平地的差别在哪？因为俺平地吼，因为俺们水过足，皮了做上野啊，所以个小樱桃上个青苔了，过夹苔啊，高山呢，因为有温差，伊上个过细了，平安尼，如果讲俺哋平地呢，过做都可以摘的，它问题如果过产生芳头的，伊都会芳头的。我说俺哋也俺哋顺势个态度讲，俺哋上个青夹，它生长期过夹都太了的，但是底部的头型吼，我嘛按贴补啊。就说安尼头都有讲，同那个，糖都唔係在讲咖啡嘛，因为就做伊个小樱桃有个名的咯。它可以看到那种头型啊，伊那种薄的皮的，它可以冇看到个皮的。基本上你带来呢，都直接都最输啊，那摘下来一条真好吃咯。就头前也个嘛。那粉红色了，可以那是小樱桃样的。你头都讲也个可以吃哈。你可以试看有没有顺顺条条。真是可以吃嘛？我兄弟都那你们有试过啊？还有松鸭那个米西。底部赢的可以吃吗？底部赢的可以吃，但是冇吃过硬啊。真是过硬。观众朋友，那个上的这种水果的这种米是失败甜唔甜？有失败涩涩，跟赢的吼先硬。吃唔下去，煲唔同的吼都配出来。真是亲戚配呢，有条到有说那个可可的个上果，有那个咖啡的，真是真奇妙。从那个那个咖啡，当初个种的时间啦，做嘛个会想到要种那个品种的咖啡。也他们阿拉比卡嘅咖啡树。一般来讲，也基本嚟可以做啦。如果讲也种咖啡树，提俺哋屏东也是啦，果品地好多人种成功嘅。因为伊种那个树嘅吼，我可以适应到俺哋气候同到个环境啊。你们剃多人种嘅，俺哋都唔会容易失败啦。有好多人睇啦种那个咖啡。它嘅饲料同资讯呢，过多嘅时间，它係互相交流，到互相退路来。之前喺种可可，怎么个会不会种那个咖啡？我想吃样米哈嘛。像因为可可呢，巧克力呢，是一种是人讲心情几好嘅东西啊。咖啡也係啦，咖啡都讲都种茶样嘅，如想讲咧可可可以种，啲咖啡也可以种，反正因为按到田里嘅，像干莫讲全部种一样都就顺便种咖啡啊。观众朋友，糖豆鸦片啊，休息一下，等下有见到精彩又好吃的产品，还有好糖的故事等着俺们哦。休息一下，我哋马上过来。哇，头头是的，可可从咖啡上的果诶，更加呢，俺们继续，或者是
真是做好的咖啡同可可的哦。黄大哥，应该唔是在说个上个果子的吧？跟米线冇重要。哎呀，因为个咖啡泡好，哇，跟米线清香的，清香夹夹来吃一下。啊，根本你带落去咖啡，迄年自家做的吗？嘿，也係人哋自家行嘅。我安尼一边来试啊，一边来听人讲用个来试一个咖啡，好冇？一个咖啡在试之前，人来想问一下，咖啡要试有冇该会注意的地方吗？哦，而家用呢個聽講咧，都唔好加糖。哦，冇加糖，啊，可以加鹽。也可以試看咯。海鹽咖啡啊，有冇？哇哦，有啲咖啡色烘落，唔會清苦，也唔會酸呢。覺得會像嘅其他品種嘅咖啡有冇？係試過品種嘅，哇，是係個酸，啊，嘅米是清楚，也嘅唔會呢，色烘落清。有個很淡的咖啡嘅香味有冇？啊，是海都下埋過嗰邊，其實酸酸的海唔會刺刺的安尼感覺。这个是我们特别挑选的，就是比较适合南部，尤其是屏东这样的天气。那它这一支咖啡豆是伊索比亚的耶加雪菲。哦，而家豆種係個耶加雪菲有個豆種。對對對。不過頭先我哋講嘅按落嘅咖啡嘅同可可嘅知識嘛，安尼我哋平常時因為是嗰度嘅咖啡同可可，我們一定會吃到。按用個先講。嘛个係好嘅，嘛个係個唔好嘅呢？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先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那个保存的知识，就是说咖啡豆的话呢，我们放在室内的话就尽量常温保存，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的豆子要保持它的新鲜，要放在冰箱里面。不用那些冷冻啊，冻起来比较不会变质啊。但是呀，咖啡豆会落到其他米线啊、葱油啊，或者是青菜这种味道，会让它的咖啡走味。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建议说，我们就是放室温。那因为二来呢，就是放在冰箱的话，它容易会有温度的差别，因为冰箱里面比较冷。对对对，那温差的话，它导致它的袋子上面会有结的水珠。对，那水珠就会很容易让那个咖啡变质。你想讲，如果说放冰箱也冇问题，可以单纯买一个冰箱来冰一个咖啡啊，什么好会按贵。啊，除了咖啡啊，可可的保存方式也通用吗？我等会建议都会讲，可可呀，像豆子类的话，都放在密封罐里面密封，或者是说，最好的话就是用小包装分开，这样它的味道比较不会粗朴啦，保持它的新鲜。那我们有个有效的什么？糖讲有枸杞的，对，电子的米线。对。安尼状态个，人人睇分辨一个豆种的时间。有各好的豆种同各坏嘅豆种，按用嚟講，頭都有講烘焙嘅時間也有差別嘛。哦，當然也有。伊就如果講，人哋最重要都講體會洗好嘅時間，人哋可以脫體會。人哋其實白啲啊脫體會時間最多。咖啡體會也係咁樣。可可，基本你咧講，基本講看到人哋可可豆用按包嘛，其實人哋係脫過嘅。哦。我覺到，睇一擺看到嘅。可可豆，我覺得唔係拿個杏仁果去批個咖啡嘅。係啊，除了安尼，有聽過講有各好嘅體會有分嗰種公豆同母豆嘅，呢種有乜嘅差別嗎？其實那種一種那個果實地度嘅吼，咖啡體會白下佢呢，伊地度一定兩片。當然伊唔多會生出嘅一粒圓圓嘅，佢第一粒圓嘅地度呢貴少。因為其實也冇講貴啲數啦，其實因為伊個體會貴少啊。物以稀為貴，貴少都本唔講感覺其他嘅個好。你伊粒樣樣，伊咧講喊都共體會啦。我都講奇怪，第一擺同嘅朋友講嘅時候，我講唔能這麼個會有性別嘅差別，因為體會也有分共嘅人嘛，安尼。原來係安尼。觀眾朋友，原來體會共嘅同埋係冇乜嘅差別，數量個少個貴安尼意思，係咪？至於頭頭我想問到講，從那個用我哋設計咖啡，他們講係頭頭要面對一件事情，你開個咖啡糖嘅嘛，怎麼泡咖啡應該也輕重要吧？
对，这边就是我们会用今天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最常使用到就是用滤挂包。那我们去外面买的话，就是挂上去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小诀窍，就是热水加下去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闷蒸，其实就像是大家在泡咖啡会看到有人会用转的。那我讲的可能朋友几百款给人在手冲咖啡有冇？人一天讲。现在水温1度2，然后左3圈到1圈，右3圈这样子。然后你在做体操，在泡咖啡哦。对，那其实因为它要做这个步骤呢，最主要就是它让它的水不要太快的就是有吸附到粉体，有咖啡的味道之后再下来。那如果说它直接注水下去的话，它水量过大的话，它会没有吸收到咖啡的味道，出来就会是白开水。对，那你冇给咖啡，对，仲在姜啊，给你下去。对。安尼冰滴同人用手水来做，用的味道有差别吗？也真大差别咯。第一个手水的萃取的方式吼，比如国姜，冰滴呢本身喺本国嘅人去萃取的，伊咁慢，柠檬嘅口味呢，真是有差。头都有种颗粒的大小嘛，安尼温度呢？温度有差吗？种人泡咖啡吼。一般都差不多，各种方面你我讲用85度到90度嘛，啲水啊。安尼泡咖啡的时间会带个温度计了，更加温度拿把也可以。有啊，更加外面买材料贵现金的，煮水个是吼，你有温度的。对。你有温度可及，唔个水煮好，安尼保持个温度哦。安尼是一类咖啡很麻烦啊，这个一支用咖啡糖是好，有专人同来泡好的，总无又唔是讲讲来湿度唔好调的。唔过来谈讲啊。头都讲到湿度唔好对的，因为咖啡是烘了会心悸，迄用的一回事啊。主要是说，像我们会在做挑豆这个动作，像主要是说它那个破损豆，像如果说外面他们是没有挑豆的状态的话，它的豆子里面破损，它会有一些对人体有可能会造成心悸的物质在里面。刚好冷度跟模糊的给体会啦，对，湿度的那就身体都不舒服啊。对，不过是能吃咖啡糖里面的那个可可同咖啡的时间，你能会准备嘛给点心的批也给咖啡同可可。其实我们会最建议像这种茶类的，我们会最建议就是用饼干。对，饼因为蛋糕它有时候它的味道会太过浓郁，或者是太过甜，那它都会影响你去品尝这个咖啡跟可可的那个味蕾。对，安尼状态个，只刚刚你提中药嘅可可同咖啡嘛，你除了开咖啡糖之外，还有你们未来有冇嘅计划吗？因为也都配合同人更加政府咧推行嘅吼。传统嘅农业呢，一般更加都规划做嘅，按二来呢也冇乜嘅利润。因为拄好人做补习班也文教嘢吧。几多小朋友因能攞去户外教学，未学期因能攞去请地方来户外教学。你这点嘢你都多好嘅多啊！嗰種嘅健康人嗰度入閘吼，又為了參考人哋做法啦。如果講小規模嘅用 DIY 體驗，雜個嘅啦，又真係做嘅巧克力 DIY， 發現講一條路吼，行也見人啦，慢一啲回想會好玩嘅啦。你唔係像中嘅農產品，會加下伊啲觀光同體驗嘅方式，讓行出去。你更加行前開始嘛？有嘅，健康人哋會接，人哋知道本身小朋友行家暑假，一天都會戶外教學都一天都來人哋一起。除了嘅補習班，有家庭有學校嘅先生會帶小朋友去過去嘛？有，因為我都會預約啊。預約用天發還是用路啊？用天發。用天發打電話幫你們。不過去預約時間有限定個乜嘅時間夠好嗎？他們會配合對方嘅時間啦。伊種唔係禮拜六，唔係禮拜日。你另外時間，你就即個我同子怡同伊哥哥呢，兩三位同入閘呢，大概呢比較可以嘅時間，你都接團啊。你自己你能做一個體驗發通有限定工期，人數最少200人嗎？
我们会希望大概是3到5人，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中间会有设计很多互动的游戏，那这样3到5人其实大家会比较有参与感。那互动游戏的话，我们会从这个采果体验开始，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想推类似像这样食农教育。那我们会规划就是像采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来比赛看谁破果的速度。对。有个果有吗？个诀窍吗？为什么可以来做比赛呢？因为它其实它要找到它的一个角度切下去，要不然你切的话它会滚。对，那他们其实会小朋友跟大人会觉得这个是很新奇，因为他们其实小朋友现在接触这种东西的机会比较少。对，那像还有互动游戏，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巧克力的 DIY。也跟俺有谈过，因为巧克力会糯嘛。对，糯先叫小朋友应该会动不掉吧？对，那我们也会提供就是半成品让他们做加工，最后有一个小小的伴手礼带回去这样子。谈到也跟俺亲像夹落去吃口那些呢哦。观众朋友，今日用淡江市的好色可可茶，也糖的种菜果同旨意带来安精彩的可可啦同咖啡的知识，哇，糖的亲像夹落去，今日演的地位老了哦。不过睇下之前，要记得先打电话预约哟。今日请感谢两位带来安精彩、安好吃的东西来到现场，感谢两位。感谢大家。好，观众朋友，也能做安吉来夹来团团老师做运动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爱介绍，我是王真祥，来自于屏东烟厂志祥，以及导演屏东分会。另外一篇呢是蔡先生，一篇呢是潘先生。今日要同观众朋友介绍呢是引体旋天，引体旋天呢是两只手徛放起来，一样呢同我哋呢微调放起来。今日观众朋友听我哋来做，两只脚打开来，两只手压放起来，压到我哋呢耳弓边，坐下去，我哋呢手徛啦下手入面放下去。同我哋坐等呢叫样坐下去，我哋呢胸前，观众朋友向左偏点，我哋挖眼前呢，到后背，头那是把向后背，再点下来，向右偏点下来。点的时节，观众们，我哋喺同我哋呢松树拿上来时节，同我哋呢微调放起来。我哋唔會有微下水嘅感覺。观众朋友都要注意，我哋呢再向，再变下来，我哋向右边再点一下，点3圈，将紧变上来，再向左右边。我记得我哋下来嘅时节系头戏，上戏嘅时节系客戏。观众朋友我所讲嘅系引体旋天，给我同观众朋友做一个示范讲啊，我哋要注意哪只嘢，我哋数徛放来嘅时节，都去遐，我哋镜头唔可以安尼哦，叫要放个出镜头要往上，安尼我哋呢镜头会咁样，我哋镜头变上来。我哋呢徛啦下嘛变上来，思维咪放下嘅，有个动作像乜嘅，像我哋啲吊单杠，每一个人都有吊嘅单杠嘅时节，
安尼要同我哋咧肩，我哋咧两骨绑上，绑上吼。安尼我哋啲绑上，我哋咧肩头安尼，咱唔爱同我哋咧尾吼，要唔爽快，我哋咧肩头绑上来。伫个电的时节，我同观众朋友讲，伫个电的时节，我哋头那绑下来的时节，注意讲啊，树唔会安尼。有人一电的时节，我哋头那一天咧下，树都停顿咧下来，无伫我哋咧耳光边，都伫个安尼电，安尼咧同我哋咧尾一只无法度往上去，我哋一只空间，我尾我哋咧人讲也有个尾一个膜，我哋尾膜就无法度表述。注意讲啊，我哋一团时团，我哋伫撞的时节，注意我哋咧腰骨，我哋安尼电的时节，唔可以腰骨停顿来电咯。有人话安尼腰骨停顿来电，腰骨安尼停顿来电，树头那有安尼树有表下来。安尼迄讲无按正确吼，所以我哋要注意的地方，讲我哋头拿撞下来的时节，我哋电，我哋咧树下吼，一直头耳光边。个要注意讲啊，我哋咧腰的以下无痛，喺我哋咧尾的中心点，当我哋咧一团骨头，我哋一只，我哋想讲啊，我也系唔想讲我哋咧眼神係一个圆规，我哋咧眼神吼，也只伊迄贴咧个记渐渐的，差别天内行，我哋两只树棍系乜个啊？喺我哋咧眼边，我哋咧弹胸前的个骨头，人讲剑突嘅骨头，表上来插下去过去，都係我哋咧个圆规个触嘅，挖眼前咧个触下去过后，我哋一切都冇痛嘅，喺痛嘅哪？喺痛嘅我哋咧松树喺眼边。眼鼻我哋向左边点，点咧都呀，我喺眼前咧点咧都呀，我停留下，我喺头拿向东吼，我喺树棍麻木离开耳光边，所以再向一只伊点下来，点下来嘅时间，我哋咧企啦下，唔可以停顿嚟转，所以我在反方向在点嘅时间要讲，我哋安尼点嘅时间，唔好讲安尼样。唔好安尼停顿来点，要安尼扭方来，要安尼点。也安尼做嘛讲唔好来踢一点，我哋尾方嘅也个膜无法度表述，也无法度我人如果要尾下水湿爆嘅嗰項，如果唔爽快，尤其也个動作濕爆嘅都可以做水，我哋也个尾也就要按要腿尾唔好被跌下來，就那被上表上。我哋一個膜心情都會好，我哋一膜被表上，我哋咧尾鋪嘅時候話都會幾好。做嘅時節，兩隻樹拿起起來哈，拿起起來嘅時節呢，我哋坐下去，我哋表上，鏡頭要表上，鏡頭唔可以安尼樣，安尼我哋眼神會唔爽快吼，會縮下，我哋鏡頭表上來，第一。我哋對我哋胸前傾下來，傾下來過後呢，我哋向左邊點，點樹點到內，我哋咧頭拿停到內，放起來，好，再向右邊，再點下來。觀眾朋友講啊，剛剛有頭先咯，佢簡單吼，我電上來嘅時間係吸氣，吸喺度呀，我停留一下，我下來嘅時間係頭氣，喺團氣頭出來，電上來，我哋慢慢地吸氣，吸喺度呀。下來嘅時節係頭氣，從氣頭提出來。個觀眾朋友要注意一點，我哋樹棍拿上來嘅時節，有人會安尼，我哋咧樹把掌會向落背，我哋咧樹把掌要相對，樹把掌相對，所以我哋吊上來，我哋咧鏡頭再表上來。也要注意地方吼，有人會安尼，
18种无相对，向落背，安尼我哋咧进入无法度去转动，所以要注意提防，所以讲我哋做时节18种相对的时节，慢慢的变松来。我哋定的时节更加向右偏来定正来，吸气，慢慢的。不用动作越慢，也气头会放的个长。下来的时间呢，是头气，也是慢慢的跳。我可以讲啊。我要转移到看那个方面咯，以我哋观众朋友的眼神来决定。我譬如讲，我向左偏定3下，我右偏有咪可以定3下。观众朋友伫定的时间，我注意哦，也看那下有变松嘛。看那下变松，腰骨变松。我哋咧腰的鱼，如果讲腰骨要变松，腰的鱼还有唔同，我哋要做咯，我哋慢慢的训练咧，当我哋咧筋骨哈。比人熟，也系观众朋友，也系讲啊引体旋天，观众朋友今日听到我哋连续动作来做哈。观众朋友，以下所介绍的是引体旋天。引体旋天呢，对我哋呢胃骨有帮助哈，我哋18番呢都可以作为动作，希望观众朋友好好来做，我哋下一次拿来了。